喺 4S 店選配不如嚟音藝選配，寶馬5系嘅標配喇叭即刻變成高配喇叭，仲可以慳翻好多 money 添。今日分享呢台寶馬新5系原車位安裝嘅升級方案，前聲場係哈曼卡頓嘅3分頻加儀表台嘅中置喇叭，後聲場係哈曼卡頓嘅2分頻，全部都係原車位安裝。升級之後補充翻原車缺失嘅獨立高音、人聲、樂器細節部分，解決之前原車冇層次感、人聲唔清晰嘅問題。中低音係比較食功放嘅，所以我哋搭配咗斯諾琴嘅4路功放去推中低音。咁中低音之後咧嘅力度就即刻飆升啦，再都唔係軟腳蟹。當然啦，處理部分我哋都搭配咗 JBL 嘅12路 DSP 去推全車嘅喇叭，解決上位差同埋延時嘅問題，喇叭都會更加好聽。想要中低頻更加飽滿，隔音就唔少得啦。四門部分我哋都做咗大白鯊嘅環保隔音。好啦，以上就係呢一台寶馬新5系嘅原車位升級方案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嘅話，就喺評論區度留低你嘅車型啦。我係晴晴。